哇！周杰倫概念股巨星傳奇投資 G-Dragon 經理人公司啊，唔通係之前 crypto 損失太嚴重要開始追數？其實自己諗都好慘噶，佢最近先喺10月發咗尋人啟事，就話佢嘅魔術師好友蔡威澤長期幫佢代持比特幣賬戶，涉及金額就高達上億台幣。蔡威澤就提到話賬戶因為有故障被鎖定，承諾就會諗辦法解決，最後完全銷聲匿跡。自己諗就喺 story 度強硬表態話，有邊個見到呢個將自己都變唔見嘅魔術師就通知我一聲啦。你以為我唔係魔術師咩？再唔出現你就完啦。除咗呢壇，佢喺22年嘅時候同好朋友平台聯手推出幻想紅 NFT， 喺22年1月嘅時候限量推出1萬個，短短40分鐘就賣晒啦，創造咗1000萬美元嘅收入，市場價格一度瘋狂升到90萬新台幣一隻嘅天價。但係好景不長 ，NFT 熱潮僅維持唔夠2個禮拜，就好似雪崩式暴跌96%。當時地板價僅僅0.03個以太幣，折合新台幣大概2400蚊啊。而當時周杰倫嘅經紀公司就隨即發表聲明撇清關係，強調周董本人冇參與計劃同埋獲利。不過市場就已經將佢綁定為失敗嘅項目啦。另外喺同年22年嘅8月，周杰倫仲因為無聊猿嘅 NFT 因為釣魚詐騙而冇咗成千萬嘅 NFT 啊！面對咁多次嘅重大損失，今次佢終於學精咗，喺邊度跌低就喺另一邊起身咯。所以今日周杰倫嘅概念股巨星傳奇就宣布重大投資，就以800萬美元，大約62億港紙啦，投資韓國頂級藝人 G-Dragon 嘅經紀公司 Galaxy， 攞到7% 股份啊！韓流文化近年全球影響力持續擴張啊 ，Galaxy 旗下藝人喺中國同埋東南亞市場擁有龐大嘅粉絲基礎，同巨星傳奇現有嘅藝人形成互補。未來若果成功推出中韓藝人項目聯動，不但能夠創造新嘅營收增長點，亦都有望提升巨星傳奇喺亞洲娛樂產業嘅戰略地位。周董同埋 G-Dragon 不嬲都 friend 底，今次兩間公司合作，希望佢哋未來嘅發展空間更加蓬勃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